路環係澳門保存天然石景最多嘅一個島，眾多奇石分佈島內各處，形態惟肖惟妙，千奇百趣，而且同路環嘅歷史、傳說以及風俗有密切嘅關係，唔單止構成可貴嘅景觀，亦都係鄉土傳統文化同埋集體記憶嘅一部分。路環南岸石景係從黑沙龍爪角經竹灣、蘆洲潭、鄉村馬路，再到譚公廟前地，沿途我哋一齊欣賞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其中啦，龍爪角、龍爪觀圖啦，更被評選為澳門新八景之一。今日啦，我哋邀請咗澳門旅遊學院黃婉賢副教授啦，同我哋一齊尋訪路環南岸石景。咁我哋今日嚟到咧澳門新八景之一嘅龍爪角，咁其實咧佢位處於黑沙海灘嘅西南面，同時亦都係一條長達數百米嘅石灘。咁點解呢個地方要叫做龍爪角呢？因為裡面有龍爪石，而龍爪石咧更加係黑沙村嘅標誌性石景。相傳咧，天上面有一條小龍，佢因為偷食咗蟠桃而捉弄咗玉皇大帝。咁玉皇大帝於是乎將佢貶落凡間，囚禁喺茫茫南海小島岸邊嘅一個岩石裡面啊！黃教授話：呢個龍爪石外形好獨特喎，分為上下兩部分，上面咧好似個蓋咁，而旁邊嘅大石咧又似一幅屏風，隱約出現咗桃樹嘅圖形，真係栩栩如生啊！難怪啦，可以聯想到咁多傳說啦。相傳話小龍咧隨時都會破石而出，飛翻上天㗎。咁呢個地方咧喺個山腳位置有一個巨石，所以又叫做龍爪台啦。咁小龍咧係頭向龍爪台，係作為將來咧小龍飛升上天嘅時候所使用嘅跳台㗎。路環嘅石頭啦，唔單止外形獨特啦，仲有好多奇石，有趣啦、凄美動人嘅傳說喺坊間啦，一直咧都流傳到而家㗎喎。當中咧就以大靈龜、靈龜媽媽、靈龜保姆、靈龜姨姨同埋小靈龜嘅故事最富傳奇色彩啦。咁由於而家受建築物所擋啦，大靈龜就只能夠喺路環碼頭嗰邊望過嚟。每當退潮嘅時候，大靈龜就會慢慢浮出水面，就好似慢慢向住岸邊爬過去咁㗎。據說咧，大靈龜咧本身係南海龍宮嘅丞相，好可惜啦，海龍王誤信讒言，迫害佢哋。咁最後咧，佢哋一家咧就逃到路環，最後失散咗喎。咁而小靈龜咧，只可以喺呢一個蘆洲潭石叢入面，隔住炮台山遙望大靈龜。雖然佢哋心靈相通，但係相會無期啊。至於靈龜媽媽啦，好辛苦咁追到路環啦，去揾大靈龜。咁啊，因為實在太攰啦，所以暈低咗喺聽海軒附近。咁據說咧，而家咧你企喺龜背上面啦，潮漲嘅時候咧，你都會覺得喐啦，同埋覺得頭暈嘅。而靈龜姨姨啦，都係因為太攰啦，浸咗喺石頭上面休息，但係到而家啦都冇起身喎。同樣地咧，靈龜保姆咧，亦都因為太攰而暈低咗啦。咁佢暈低嘅方向咧，其實係朝向住靈龜媽媽同埋遠處嘅大靈龜㗎。喺佢背上面嘅大字咧，其實就係顯示住佢想去揾遠處嘅大靈龜啦。聽咗咁多傳奇嘅靈龜家族故事，我知道路環啦，仲有塊湯人石嘅，就喺竹灣西南面泳池嘅對面，只有潮退嘅時候咧，先會露出水面。有啲泳客啦，唔知道呢段歷史啦，咁游水游到好攰嘅時候啦，都會喺石頭度曬太陽。咁其他人咧講笑咁講啦，就話：你等俾人湯咩？咁其實按當地嘅老居民講呢，呢一塊石係以前路環海盜湯人同埋放血嘅石廠。咁由於殺人殺得多啦，所以今日嘅岩石底部依然係可以見到紅黑色嘅顏色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從科學嘅角度去理解呢件事嘅話，咁係由於紅黑色嘅岩石裡面有黑雲母嘅成分，咁而長期受到鹽海浪嘅拍打而產生咗生鏽嘅現象㗎。至於海盜點解要湯人呢？一嚟咧係要殺死冇人贖取嘅肉參，二嚟咧係要處死被捉翻嚟嘅奸細。當時咧外來人嚟到路環，如果查問啦而又冇辦法答出路環嘅親戚係邊個嘅話啦，都會被懷疑係官府派嚟偵查嘅奸細㗎。咁其實咧，有關湯人石同埋海盜嘅故事咧，係反映住路環嘅海盜曾經盤踞一方嘅呢一個歷史事件，同時咧亦都係維持咗有幾百年嘅時間㗎。咁喺晚清時期咧，清政府其實曾經派兵去圍剿海盜，但係被擊退。咁去到鴉片戰爭發生咗之後，澳葡政府咧亦都曾經係派兵多次圍剿海盜嘅。
但係直至到去1910年嘅時候，先至可以全面防控海盜㗎。我哋而家身處喺譚公廟，乜呢度又有怪石咩？怪石就冇啦，但係呢度就有一塊過路環勒石曉諭碑，佢係記載住清政府頒布禁止官兵向途經嘅漁民勒索嘅告示，同時亦都係我哋澳門最早嘅反貪污文物，反映住當時嘅社會實際情況。佢同立喺蓮峰廟入面嘅兩廣報堂示禁碑相互呼應，證明咗路環其實喺清代嘅時候係屬於漁船進出廣東海口嘅補給站啊。唔該晒黃教授為我哋介紹咁多歷史故事同埋民間傳說。其實呢啲故事啦，唔多唔少都反映住路環昔日居民嘅生活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嘅昔日澳門，不妨一齊參加漫步澳門街之認識澳門，了解更多嘅故事。